突發啊！大家知唔知道美國膳食指南有大革命啊？傳統食物嘅金字塔終於被推翻啦！佢哋啱啱良心發現，食咗誠實豆沙包，改咗好多嘢，好多我都覺得可以更加幫助大眾嘅健康㗎。幾十年嚟，我哋都被告知要低脂高碳水，結果咧，慢性病越嚟越多。而家新指南終於改咗啦，其中更加強調要食真正嘅食物添啦。首先第一個重大嘅改變就係大家真係唔使再驚食脂肪啦，可以同嗰啲冇味嘅脫脂奶乳酪拜拜。新嘅指南係全面擁抱全脂嘅乳製品，健康嘅動物脂肪甚至係牛油㗎，因為好脂肪就係好嘅荷爾蒙、好嘅皮膚、好嘅努力。第二個重大改變咧就係新嘅指南建議零添加糖，所有嗰啲化學添加物啦、色素、防腐劑都應該抌晒佢，唔再食加工嘢、罐頭、cereal、麵包、蛋糕。要食原形食物，真係勁開心啊！就係我成日講嘅 real food 啦。第三就係蛋白質要食多啲。舊嘅話一日食50克，新嘅話要成100克啊！點解？因為更加多嘅肌肉、更強嘅飽足感、更穩定嘅血糖，每餐都要有蛋白質。其實呢啲嘢我相信大家不嬲都識得噶啦，只係成日俾人混淆。不過由今日起就可以理直氣壯啦，記得揀好嘅脂肪，拜拜加工品，多啲食天然嘅蛋白質。關於更詳盡咁研究呢個美國新嘅膳食指南，我會喺 YouTube 嗰度再詳細同大家講。大家又覺得呢個指南點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知。拜拜。